歹势，咱已经到会前礼拜的时阵吼，真好的音乐，嘛是爱有真好的祈祷。所以咱伫遮开始啊安静，开始啊准备心。咱爱准备心，准备开始的会前的祈祷。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互咱会当安静，会当领受伊的话语。咱做伙准备来祈祷。首先，咱为着家己来祈祷，求主互咱的心会当柔软，会当接受伊的话语，互咱有智慧，照伊的话语来行，互咱的礼拜诚做芳芳的敬拜，伫主的面头前。互咱今仔日所领受的，会当诚做咱人生，特别是即礼拜，咱生活行大项的准则。咱准备心要做伙来做会前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上帝，阮将家己放踮你的手中，伫主日每礼拜头前，阮愿意讲主，我伫遮，请你对我讲话。互我会当照你的话语来行，主他顶下牧师所要讲的，会当成做我每一家生活的准则。互你的罗卜所分享稳定的话语，会再成做我生命的智慧。祝福阮真正伫每一天的生活，就成做你荣耀的见证。就像阮主牧师所讲的，会当互阮的礼拜对今仔日到后礼拜日。才成做一个圆满的结束，甲新的开始。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然后咱为着所有同工来祈祷，无论是台前服侍的牧师、长老的师会、咱的诗班、咱的乐团，也是咱伫咱无看见所在楼顶、楼骹每一位同工，咱拢为因祈祷。因为伊毋是服侍咱尔，伊也服侍咱所敬畏的上帝，互因诚做无破口的团队来荣耀主的名，佮诚做正人的利益。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是你呼召阮、找肯阮，佮赏赐满满的快乐佮智慧，恩赐甲逐项需要的，互阮会当服侍你。主啊，你就继续来恩典高满，互阮会当伫你的恩典内底满满，互阮会当服侍你的时阵是带着你家己的欢喜，甲阮家己的愿意来服侍你，佮服侍正人。互阮毋是干那一个人服侍，互阮的服侍正做一个真正无破口佮合意的团体，来正做荣耀你的名的团队。祝福阮所服侍的，会当诚做礼拜的利益。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最后，咱为着整个的礼拜来祈祷，因为每一个礼拜拢是对上帝真实的敬拜。求主伫遮诚做整个礼拜的主宰，伫咱的生命内底做王做主，就咱当归荣耀上帝。个利益伫咱所服侍的团体，咱为着整个礼拜，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互阮会当无受托碍来到礼拜堂来敬拜你。准阮看即个时间诚最重要甲神圣。主，阮相信你的圣神要伫遮运行充满。互阮会当感受到上帝教阮真实三甲伫地。主，阮伫遮呼吁主啊，你来，你来，做王做主伫整个礼拜内底，你来，你来，也做王做主伫阮的生命内底，无论伫工作、生活、服侍，甲逐种面，诚做阮的主，就阮的礼拜会当诚做芳芳的献祭，真实来到你的面前。
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咱准备心安静来听候。
恁着向上主唱新的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伊的正手成的手骨施行拯救。咱做起立来吟诗而乐上帝，圣诗第54首，同心而乐上帝。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阮的阿爸爸上帝，阮今早起正人搁一摆聚集伫你的殿里来敬拜你。恳求主你将你活命的美娘赏赐予阮，互阮的生命通甲你结连，成做一个有永远活命的信徒，也是蒙恩的门徒。主你的恩典遮尔大，我毋要用什么来回应你的疼呢？恳求你补满阮所做一切的不足。老人信心无够，求你来坚固伊；老人疼心有亏欠，求主你来遮堪阮无意中的罪欠。阮老人生活困难，低到失落远茫，求主怜悯帮助阮，互阮找回起初的疼心甲远望。主你的光照阮，互阮知你的呼召是有大远望。你伫圣徒中间所定着的荣耀是何等的丰富！愿你帮助阮，成做有智慧的人。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固守疼惜台湾。伫1865年，你差遣雅各医生来到南台湾，通过医疗团队将福音带予南台湾的人。这款的疼何等的大，超过阮会通想象。阮相信，若是上帝你的启示甲业力，就福音袂当传入来到台湾，阮就甲你的救恩无分。今早起，你差派台南城医吴忠明院长来到阮中间来分享你的信息。愿你的神充满伫阮的会中，互阮做伙得到你的祝福。祝你保护台湾，好亲像保护招人共款。愿你将阮稳藏伫
伫你的膝骨的下面，保守阮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道路，无坐侮慢人的座位，只有欢喜耶和华的律法。主啊，希望阮住伫你所享受报道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人民阁是充满疼心甲和平善良的百姓。阮更较意爱的是一个新的天、新的地，对天降临，上帝仰慕临在伫阮人的中间。上主要甲阮做伙大，我们要做上帝的百姓，上帝也要擦去阮一切目屎，无搁再有死亡，无搁再有悲哀、嚎叫、痛苦，因为前的事拢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路。主，阮既然受竞选，成做亲像君王的祭司，是圣洁国度的选民，是上帝的百姓，就要成做宣扬迄个调阮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的路卜。主，阮伫世间是旅客，是暂时徛起伫即个步边的，所以阮就要紧紧操练阮的行踏。弃杀一切歹所行，成做圣洁无下处的人。互阮四周围未信的众人，因为阮的好所行，来将荣光归予上帝。阮也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三甲祈祷讲：阮的天父，愿你的名信，你我领导，你的旨意行，你的应许的天地，阮的心来过来。在另外的国度，你换来在另国外来，我也换来自己，也换来也爱你，令我万年平等光吸收，代代不息。阿门。多谢将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启用文第19篇，圣诗第29页，启用文第19篇。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所以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因要吟的诗歌是伫即所在。
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这位的圣经伫马太福音第10章42节。我实在甲恁讲，无论啥物人，敢若摕一杯冷水，互遮个上微细的一个啉，因为上微细的是我的门徒。这个人一定会得到报赏。第二位圣经伫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我任命恁，互恁去结果子，互恁的果子会当永远保存。安尼。恁奉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伊会互恁。以上，今早起的信息，咱真欢喜得到台南新人院院长吴忠明牧师来传讲，伊的题目是孕育甲传承。所敬听的蔡牧师以及咱双连教会的牧师团，服侍同工，在座的中级以及第3场伫这个所在组织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我有机会伫这个所在，甲咱做伙敬拜，做伙来了解探讨上帝的话，嘛来关心台南新人院的这个事工。我今仔日用这个题目甲咱做伙来思考。我较无要用新学院迄款的讲道模式，也是讲用以经改经。我是要用这个主题式，要唤起咱逐个人来关心，嘛要用背景式，互咱对伫这个新学院的这个成立、甲过去、现在、甲未来的展望，伫这个所在，望咱做伙持续来关心这间台湾第一间的这个新学院。所以我就用这个题目来甲咱做伙来思考，做伙来三角想。其中有2个经节，拢是耶稣所讲。耶稣所讲这2个经节，一个就是你若有一杯凉水，互姊妹细一个啉，还是互人啉，这个就是我的门徒。的确无因为安尼无得到赏赐。所以这个中间，我用这个来开始做呼吁，嘛来做引言。除了先感谢过去咱双连教会对伫台南新人院的关心，甲大道奉献以外，我嘛要代表全体教职员生，伫双连教会中间有一位的这个兄弟，不但对伫建筑的帮忙，嘛对伫教育部立案了后，教育部当然有做一法令，新人院所拄到的困难，拢有真好的这个帮助解说，甚至有真好的提供资料。互新人院会当继续行落去，所以我伫遮用这个经节的时，就是代表感谢这个一杯凉水，实在是对伫新人院足大的帮助。我相信这个帮助嘛，正做上帝所祝福的一个恩典。
所以我就伫即个第一节的圣经，我就用即个做引言，嘛伫遮来甲咱说多谢，嘛伫遮望咱即个关心会当继续，会当持续，继续互台南新人医会当引用即个传教者，嘛会当传承过去的即个好的传统，来培养更较侪好的牧师来养持上帝羊群，甲建立教会。所以即个经文我就用安尼做开始做引言。但第一点要甲咱做伙来思考，就是台南新人院的创立。我想讲，咱爱回顾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所以我今日要用3点，就是回顾，来个是立足。后来我有一个印象，伫遮嘛甲咱报告，唤起咱做伙关心。所以我先对台南新人院伊的创立，我伫遮来甲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甲做报告。台南新人院创立甲马雅各医生有关系，因为1865年马雅各医生对英国来到台湾的所在来开设诊所，因为伊是西医，伊真有疼心，嘛帮忙做者当时医疗无够，甚至拢是中医咧看病以及知识水准嘛也真低，即个台湾，伊医治真济人。当来到台南的时，伊是细厝伫看西街教会附近，总是迄个时阵汉医来万度伊，所以有流传一个谣言，即个红门医生会共开刀，拢是咧挂人的心肝，挂人的目睭，摕人目睭去做药所以用即个谣言去诽谤。当然，遮个汉医嘛对伊足济的困扰，所以性命伊嘛险无去，所以伊就退转去到伫基澳，就是基丁的所在，因为遐有英国领事馆。后来英国政府出面，甲清朝政府咧交涉，伊是要帮忙台湾人，即款的谣言毋通阁继续，所以清朝政府有接受。后来伊哪阁倒来伫台南，伫迄个所在来看病，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就是当时迄个谣言，我囡仔时代时，嘛捌若无乖的时，阁哭的时，阮遐厝边头尾拢会讲，若无乖红门医生举刀来甲你挂你的心肝去做药即款的伫我囡仔时代，大概约60年前，还阁有即款的谣言。咱就知影马高医生伊是承受偌大的即个苦痛。伫迄个时阵，因为有人来信主，但是伊是医生，伊无法度共洗礼，因为照咱长老会体制，医生是医生，若要洗礼一定爱封牧过的牧师。所以马高医生就写批转去到伫英国，望讲会当派传教者来，派牧师来。英国真正派第一个牧师来，即个 Morrison， 20几岁那定，伊嘛真有心要来台湾传福音，总是到半路因为海难来过身去。即个真少人去讲起即个代志。后来英国当个派第二个叫做李秀，即个李秀牧师就来到伫台湾，伊就咱共洗礼。咱拢知影当时的即个头期的即个洗礼信主的人，啥物人有几啊位？其中一位就是高俊明牧师的阿公，即咱拢知影。高俊明牧师的阿公，就是当时李秀牧师来甲洗礼。后来高俊明牧师的孙，即马在读新人院，伊将来嘛要做牧师，就是对遮来。李秀牧师来到台湾的时，就甲马雅各医生讲，既然咱有台湾人信主，毋望咱会通培养台湾人来做传教者。虽然台湾迄个时阵即个知识水准有读册的人真少，总是李秀牧师甲即个马高医生讲好，安尼来办一个速成班，传教者的速成班。所以，伫1869年，伫台南市，就是即卖北门路，较早叫普爱路的派出所，伫迄个所在，伫新人院附近那定。我定定行对过，我拢会伫遐差不多灭倒。迄是台湾宣教的台盘，就对遐开始。后来因为基丁遐有英国的领事馆，所以就基丁佮设一个叫做传教者的养成班，所以有2班。伫遐慢慢栽培台湾人的传教者，开始传福音，开始建立教会。后来台南新人院有感觉讲，应该爱有一个固定的所在，爱佮有固定一个硬体，伫遐通培养即个新学生，通去传福音。所以1876年，就是台南新人院的即卖所在有一个土地买起来，伫遐来建立
台南新人医，所以台南新人医是台湾第一间的这个大学，当时叫做府城大学，嘛是搁一个片名叫做新学校，这是台湾第一间，是台湾第一间第一任的院长是巴克利牧师，这是一个英国人，伊16岁就要献身伊家己，所以伊来到台湾，伫遐来做这个校长，因为伊脚真长真弱，190公分，伊讲上帝给我脚弱，就是要去台湾。爬山行路，也要去到各所在去传福音。你伫遐来做校长，后来伊来做这个第一任的校长了后，无拍算。1884年9月，中法战争，法国的军舰来封锁台湾，所以新人医无法度办落去，所以第一摆停办有半年久。所以台南新人医伊的过程实在是人讲真坎坷。总是后来这个战争结束。这个新人医那个继续，所以有停半年久的时间，到今年2月，当来继续。伫迄个时阵，无一个差不多较像样较有法度组织的一个教室，所以这个巴克利牧师伊就倒转去到伫英国是苏格兰的所在，伫遐来请安报告。这个任务就是像我即摆来伫上联教会请安甲报告共款。伊等于到伫英国，伫遐述职后来有一个人听到有感动，伊讲安尼我奉献，总是你袂使公布我的名是啥物，我要记伫上帝遐。但是后来传说是巴克利牧师伊的兄哥献的，来伫台南新人医就买地，搁买这个，搁起这个巴克利馆，就起这个教室。咱即摆看会到的彩色的所在，即摆这是古迹在整修。这个教室也有教室，也有餐厅，也有礼拜堂，也有宿舍是多功能，因为一栋尔。迄个时阵学生无真侪，所以干那一栋。巴克利牧师这是伊的迄个生日的签字，伊当年对16岁开始就签名，伊要立志，要奉献伊家己，所以伊就起这个巴克利馆。后来就栽培足侪的传教者，佮建立足侪教会。伫这中间到1940年，咱拢知影迄个时阵是日本时代，日本人统治台湾，开始太平洋战争要爆发。伫迄个进程，日本政府就甲台南新人医讲，恁的校长袂使英国人做，一定要阮日本人做，伊要用政治去控制学校，所以学校不得已真艰苦。所以从讨论了后，阮甘愿宁为玉碎，不为下泉，关掉。村里学生将阮送来台湾新人医来伫这所在读册，因为迄个时阵日本政府对台湾新人医较无有过头的干涉，所以台南新人医就关门。所以咱有看到这个教室旧的巴克利馆，这是算头前，拄则咱看的是后壁有插2支日本国旗，这是足旧的一个相片。伫这个中间，爱讲起一个故事啦吼。我有一个阿伯已经过身去，伊体格真好，180公分，拄啊甲古李登辉总统拄啊同时代的人，嘛日本时代伊就读大学，是我阿公的囝上介优秀，佮体格上好，佮上缘投的。因为伊是有读大学，所以日本兵去调去做日本兵，甲伊强调去因学徒出阵，但是伊有读大学。1944年，需要这有读过大学的来做预备军官，迄阵叫做预备士官，甲李登辉总统都拢差不多，迄个时代。后来伊又去做预备军官，伊是炮兵，总是伊无死，伊活命留咧。因为我老爸的4个兄弟，3个拢去做日本兵，佮有调去到菲律宾外岛，佮有调去到空军海军机场伫公山，拢总活咧，拢踩出来就死去。后来战后了后，我的阿公甲我的3伯讲，咱就是马家国医生，就是咱去新老病院入院，恁阿嬷去入院，医好，咱才信主。这条命既然留咧，你爱奉献给上帝，你爱读新人医。后来迄个时阵，因为体格真好，真缘投，要做啥物好？读大学，日本时代读大学是真少，伊就献身，伊来读台湾新人医。我囡仔时代唔知影有这段历史，我逐摆来看到我阿伯，我拢讲你太要读台湾新人医，太无要读台南新人医。可能我迄阵遐囡仔，伊拢无甲我讲这个故事。后来伊才甲我讲，后来我要读新人医的时，
伊定来甲我讲，你读台南新南医吼，毋通吊车尾哦，你袂使吊车尾哦，你着爱认真哦。我拢读第一名的呢，安尼啦。我一摆我咧甲开玩笑，阿伯，恁班几个？我一个尔。我有当时甲讲就，你嘛买啊名安尼啦。伊讲我咧讲的毋是要乒乓家己，你一定爱认真，从上好，你着爱认真读册，毋好吊车尾。你若吊车尾，我嘛做无面子。伊是拢安尼含我讲生笑，伊嘛真听我，总是伊着过身去，做牧师做久久，拢是北部。后来即个1948年即个新南医大去复校，因为我的即个阿伯伊是战后了后，要读台南新南医拄啊关，因为1946战后伊着报名读新南医，所以无法度。后来新南医到1948年当个经过讨论，当个复校，所以台南新南医实在是真坎坷即个路程。复校了后，1948年当个开始招生，所以有足侪拢是对迄个时阵当个去伫台南来读即个新南医。因为时间无真济，所以我无有准备真济相片，若无迄有足济通好分享。了后到1949年，即个黄宗辉牧师是台湾人，台湾籍开始做院长的第一个，伊是第3任。到即摆我已经是第11任，因为即个中间经过足久，我是第11任。黄宗辉牧师非常的伟大，伊发明一字英文。即字叫做 contextualization， 那认真要翻译，有足侪款，会当讲本土化，嘛会当讲实况化，嘛会当讲在地化，拢会当讲，嘛会当讲处境化、情景化，拢会当，拢会足侪翻译吼。是实况化的神学。简单来讲，就是讲，即个神学就是爱下伫人，下伫你本乡本地迄款的情景去回应上帝的听吼。以前会安尼，我需要讲这个故事，这是台南新南医的精神，所以我需要讲这个。黄宗辉牧师非常的优秀，伊老爸是黄书明牧师，清朝时代的人，本来伫中东伫教册，用台湾话伫教圣经。后来日本人来了后，命令老爸袂使用台湾话教圣经，爱用日本话。因老爸甲日本政府讲，我无读日本册，我是读清朝的册。日本人讲安尼，你无资格做老师，所以黄书明牧师足艰苦，离开学校，将我去牧会。后来牧会了，黄宗辉牧师囡仔时代也细汉，伊是台湾人，去学校读册，竟然讲袂使讲台湾话，伊足艰苦。过来日本人嘛，甲骂伊强国佬啦。这个意思是啥物？就是讲，伊讲恁清朝吼，阮日本管的，恁的满洲嘛拢阮占的吼，恁。即个台湾是清朝管的，恁是化外之地，恁是清朝的奴才，清朝是阮的奴才，所以你就是阮的奴才的奴才。黄宗辉牧师袂理解，佫袂当讲台湾话，佫讲骂，从我解日本囡仔冤家相拍，拍到后来学校要处分，去找伊老爸，老爸嘛经过足济疏通，后来黄宗辉牧师伊本身经过。足侪人帮赞，伊那个留落来读册，伊是非常优秀哦，读第一名的吼。后来伊伫日本时代，伊嘛真够读册，伊靠伫东京帝国大学，迄个时阵叫做帝国大学，伫遐读铁学。咱知影日本时代，日本人无啥爱你读文、历史甲铁学，无啥爱读个法律嘛，无啥爱，伊拢爱你读医生、读工业、读农业、生产，总是黄宗牧师伊。头脑真好，反应嘛真好，嘛真聪明。伊去东京大学读一个铁学学士，读了后，迄个时阵未战争，读了后要坐船倒转来台湾，伫船顶拄着伊的小弟，伊的小弟是台中一中，拄好去日本毕业旅行，拄要转来台湾。迄个时阵无像即摆遮方便，会当联络，会当讲拉伊讲我即摆伫对，你来找我，拢无。是伫船顶要倒来台湾，船顶甲伊小弟见面，欢喜甲从我开始伫遐讲台湾话，一定的道理嘛。我无可能甲我的兄哥小弟讲华语，虽然我是读华语大汉，但是阮是台湾话。我甲我小弟兄哥绝对是讲台湾话。大无拍算，伊的小弟的教官，台中一定有教官真歹，过去甲伊小弟献水配，袂使讲台湾话，你来讲台湾话，黄宗辉牧师毋知要安怎。后来教官甲伊的小弟。
掠去伊的尊称伫遐罚跪哦，佫真侪刑罚。黄宗辉牧师足痛苦吼，伊从毋知要安怎，转去伊的所在，甲行李伊的文官服，东京大学毕业的学士服啦，文官服穿咧，去见教官，去找着教官的位，甲伊讲要处罚我。我的小弟就是看到我，但教我讲台湾话，所以是我害伊的。你请你处罚我。教官看到伊穿文官服，迄是无简单的代志。了后我了解，好，安尼好，安尼无要紧，无代志，请你出去。黄宗辉牧师真艰苦，伊讲是安怎态度安尼吼。后来伊嘛真优秀，伫战争前，伊去英国读册，去剑桥。去剑桥读册时，读了后嘛完成伊的学业，要倒转来台湾，已经战争结束。伊摕日本的护照，因为是殖民地，伊摕这个护照倒来到台湾，台湾政府无入来，是咧你摕的是日本护照。后来伊佫摕去日本嘛无入去，是咧你台湾人。伊足艰苦，是安怎？我台湾人太即款的境遇。后来伊佫倒转英国，伊甲英国人结婚。伊本来就甲英国人结婚，伊当摕英国护照倒转来台湾。伊讲我是安怎袂当做一个我实在是台湾人的台湾人，所以伊发明这字，咱了解吼 ，contextualization。我会记得我捌伫剑桥伫遐进修，册店有足侪伊的册，伊无用黄宗辉，伊用小字库，用日本名。所以英国人敢若捌这个小字库，所以就是这个情景的面，后来台南新南伊就是实况化、本土化、乡土化、在地化，都是对遮来。这是台南新南伊的特色甲精神。后来迄个黄宗辉牧师1949年登来台湾了后，迄个时阵拄啊敢若一栋八桥旅馆，拢无啥物建筑物，佫有几栋宿舍那顶。黄宗辉牧师一世纪去募款。就像我即马安尼一世纪走藏，我嘛计划暑假爱来美国一转，来走藏，来建设遮个物件，无学校拢足久啊。黄宗辉牧师去的了后，我即马就爱来做修补，来做精修，无已经足久吼。1957年，黄宗辉牧师去即间礼拜堂，本来礼拜堂是伫迄个八桥旅馆内面，伊从去即个礼拜堂，非常水的礼拜堂，即马这拢是古迹。去礼拜堂我是1978年，就是民国67年，我入去读台南新南医。入去读台南新南医时，我坐伫礼拜堂的第一日，就正手边。我看这个礼拜堂，它甲咱的传统的长老会礼拜堂无啥共。顶面搁一个经节，我嘛看无，伊是写文言文，是约翰福音15章16节，我看无迄个意思，是文言文，是写啥呢？是写即句，非你选我，乃我选你，等等是即句，这是文言文，有吧？我看无，我问阮的老师，哪讲？这个约翰福音15章16节是上帝经你，毋是你经上帝。若是你家己要来读新南医，你甲牧师当做一个职业，安尼你无法度全人献身。我哪知影这个代志？咱搁倒来甲看这个图，我有机会，老师甲我讲了，我袂记咯。我有机会去剑桥，我一摆坐伫剑桥这个礼拜堂，我坐伫遐时，奇怪，面色，太遮面色。我哪知影这个黄伟忠牧师直接毕业，伊倒来台南新南医咧去礼拜堂的时，就是照这个模式，包括有彩色玻璃，包括十字架，包括这个礼拜堂头前这个讲台，拢对遮 copy 倒来。后来伊佫请伊的同学安摩利牧师倒来做副院长。所以我哪看到这个非常的感动，我哪知影这个新南医礼拜堂是安尼来的。即摆新南医礼拜堂是古迹，虽然是无几栋，但是市政府感觉这足水，甲做古迹。所以台南新南医这个教学区组成剑桥大学的学院，足成吼。所以是这个，所以咱读的迄个圣经节，就是这个约翰福音15章16节。这嘛是我即马伫新南医开始。带领这些学生伫干鼓的一项事吼，这是过去的历史，咱回顾过去。我嘛即马爱立足现在，我较等下小可有一寡意向，互咱知影咱计划未来。第二，现阶段的需要，第一项，灵性甲悟性拢爱好的这个师资。我知影要读神学博士无遐尼容易。毋是像一般的理科，理科停息若写会好3-5档就会解决。
新加坡书读起来拢5档、10档，甚至读10几档的，足济。因为我家己有行过迄条路，我知影迄是无容易。啊，你讲要叫一个有读学位的人，要叫伊牧会，这时间上实在是困难。啊，所以通常新人的老师较欠缺这个牧会经验，总是神学知识拢非常好。我即摆入去了，我知影有即款的困难，所以我强调无要紧，灵性甲悟性拢爱好。所谓灵性，就是爱有服侍，爱有灵命；啊，悟性就是你的学位嘛，你的学历嘛，啊，你的学问嘛，吼。啊，即摆新人院阁立案，新人院立案，教育部有足侪规范，实在是我嘛拄着这，我嘛有当时足困难的。但足感谢咱教会有足好的长老，有黄长老伊足侪帮赞，提供足好的建议，我实在是非常感谢。因为我无做，因为我较早拢咧牧会，慢慢来即个公部门，就爱面对即个公部门的要求。因为我较早只有是伫大学兼课，是伫新人院兼课，你毋免去面对遐。即马拢爱面对，啊，咱教会有人通斗相共，我实在足感谢。所以灵性、悟性拢爱好，吼，这是我足大的即个期待，吼。啊，即马拢伫培养这师资，吼。佮第二，愿意委身服侍的神学生。我常常拢开讲献身呐，因为你若委身是我委托你做代志，啊，你著做好就好啊。啊，献身就是讲，我委托你的，话我无甲你拜托的，你嘛做的，就是献你的性命，也叫做献身吼。啊，我开献身的神学生，我已经60几岁，啊嘛做阿公啊吼，年纪嘛有啊。啊，我发觉我甲这少年家吼，小可有代沟，伊的想法甲我想法无共哦。伊咧用钱，甲我用钱嘛无共哦。我若趁100块，我是会欠90块哦。即种少年人趁100块，有当时欠开120块哦。啊，你要讲伊毋对，是你毋对。所以我有当时甲一寡宣教师在讨论，伊拢会定甲我讲一句话：你若讲人毋对，你就毋对；你若看伊对，你就对。特别伫即个代沟的中间，包括民众嘛共款。你看黑人安尼做袂惯势，你就毋对。伊本来就是安尼。啊，你若感觉你对，啊，伊就对啊；啊，你若看伊对，啊，你就对啊；啊，无你拢总毋对。伫即个逻辑的中间，我伫咧思考即个代志，所以我只有甲学生讲，一定要献身。我定定甲伊讲，我囡仔较早，我的牧师娘囡仔生了1个月，我就抱出去安尼，我就抱去家庭礼拜，啊，囡仔逐个抱装脚，逐个阿婆抱，即摆少年人无共。老师不能抱出去哦，传染病很多哦，安尼啊。要讲伊毋对，但是装脚的会友就甲我怨叹，我要甲抱一个阮的团队的囝，啊，就安尼，啊，看我无起安尼，这我是业力中，所以即款的物件实在是足济爱去讨论。我一直甲伊讲，你要献身，我嘛歹势讲，我2个查某囝人对头到尾抱到尾都拢也无安怎，我嘛做阿公啊，伊嘛做妈妈吼。但是你若安尼讲的时，迄是过去哦，啊，即摆是现在哦，所以我无法度。甲面讲这个代志，只有是讲这是一个献身，吼。当然嘛，爱有完全充实的软体甲硬体，所以学校爱有师资，爱有好的设备，嘛爱有好的建筑物。啊，台南新人院的建筑物拢足旧啊。我嘛足感谢咱教会有敬文兄，伊愿意斗扶持，啊愿意斗相共，愿意讲啊，搁咱的小会甲蔡牧师有足侪人愿意关心，这是通感谢的代志。即马学校现在除遮遐软体以外，硬体有遮，经常费要6400万，整修迄年馆要2100万，因足久啊，这是80周年起的，1965年，啊，即马已经要50栋啊，需要整修，因为内面已经足久啊，啊，所以这个空间无够吼，新的老师要就也无够大，啊，所以这都要整修，啊，5万赶紧整修，啊，个校务的分端的系统，就是。我伫一般的大学兼课，无论伫医学院也好啊，一般的大学，拢嘛足早就用电脑，伫选课，伫啥物拢用电脑。即摆新人院拢搁用纸，搁用手写。啊，那是安尼。后来我去问，啊，这敢是足简单？我去问专家，讲无哦，校务分段系统要建伫1-2千万哦，我讲太遐贵。啊，所以感谢我即几档有去募款，已经募到1000万，已经开始咧做，啊，要学校开始提升。啊，当然，佫有图书馆有欠钱。有当时我家己倒入眠床伫困，有当时我家己会讲，我太着爱来压即个价。我伫德成教会牧会，德成教会的规模甲
商人要律师差不多，大家人拢来甲我讨钱，是安怎？我即摆落去向讨钱。阮兜互我的教育都袂使大面神，袂使毋知影通见笑去共讨。我拢有即款的儒家的思想伫我的内面。我有当时安尼举加人性了，佫走出来。啊，我这西洋的事拢是神性，你敢知影？拢是神的性。啊，我家己这是我著软弱人性走出来。有当时我想讲哈，不如莫做安尼，拢无即个代志啊，安尼啦。人性会走出来，我是人，总是足侪人甲我鼓励，上帝甲你伫地，有真侪人天使啊。所以我逐摆若目睭擘开，啊，我今仔日爱过去无头将近20万。你甲看这加起来，1年365日，爱去无偌济钱？哦，这是假呢。啊，有人讲你莫讲假啦，是不是假？上帝互你赢以后，你就冠冕吼，安尼就较有神性吼。我安尼讲，敢毋知有即款的同感无？那第3点，我需要现象，这是现象，这是现状。我相信。无问题吼，我相信这是无问题吼，应该是无问题。我捌想要去买乐透，佫毋敢去，因为安讲咧，我足惊人捌我。啊，你也来哦，我死啊，我免讲啊，买得一张啊，拢解决了了。总之这是无信心的行为，我到即马拢毋敢去买。我捌叫我无顺你买啊，你买啦，安尼啦，你人性佫走出来啊，你定咧讲的吼。所以伫这中间，咱来想。孕育甲传承，这就是一个现象。我需要互咱知影啊，来了解啊，做伙这个现象，咱做伙努力。我是2年外前，当去台南新南医接这个院长的工作。我本来这世人毋捌想到我会去做这个工作，从来拢毋捌。教育部是校长啦，因为伊是独立研究所，甲一般的大学要求拢总共款，无因为你较少人，就甲你较。打折拢同款哦，所有包括你要聘老师，拢下伊的标准。我是做为难的啦，吼，做为难的吼。伫这个中间，当台南新南医伫2、3年前，旧的院长特别落任的时，因为伊要退休，当然爱去找一个护教者。伫迄个时阵，我前任王院长伊对我足好，毋茫你会通来接我啦，吼。啊，我讲无啦，我无这个呼调，请你毋茫叫我吼。后来我就离开伫德兴教20几冬久，我就讲我要转去花莲，通去退休，啊，通去要伫迄个所在做一个阳春的老师就好。总是我的老师，新南的老师知影这个代志，特别招我到我牧师娘，甲我讲，你绝对袂使做养啦，校友会甲你推荐，啊，毋是你家己争取，你想哪要倒撇？我讲是的，我无迄个呼调，哦，请你毋通搁找我。包括总会议长，包括有足侪同工啦。拢甲我讲，你著的确去担这个10字架。后来一直无法度的是，我一直咧摆脱这个代志的是，拄啊好自治大学退休的彭校长，咱长老教会长老呢，伫自治大学做校长，感觉足奇怪。佛教的大学长老教会长老伫遐做校长，感觉足奇怪。就亲像咱中央大学去佛光山叫法师来做校长，都共款。总是这个彭校长伊到最好是长老，伊知影我有这个困难，伊嘛知影我无要去接任，伊有连续4摆，迄阵我伫花莲邀请我用餐，做伙甲我牧师娘，伊甲我鼓励，3摆前3摆我讲我无心无变，第4摆伊讲牧师，我甲你讲，你爱招恁牧师娘来，我嘛招阮太太，阮太太无咧出门诶，咱做伙食饭，伊是遗传学的专家，遗传学吼。伊甲我讲，牧师，我甲你讲，我讲一个故事互你听，你听了你有感动，你毋通提示。伊当甲我讲，伊伫美国本来做遗传学做甲足好，伫哥伦比亚大学做甲足好势，伊的同学就是主席做校长，邀请伊转来，后来伊要来做卫生署的署长，迄时阵校长就出缺，所以主席大学就推荐，大家拢推荐伊，嘛知影基督徒推荐伊，伊讲伊心嘛无变。伊讲敢若有抵触，信仰有抵触。后来证言法师知影这个代志，从我甲伊讲，伊讲彭教授，我要甲你讲一个话，你有方便无？伊讲好，安尼我来甲你见面，因为伊迄个时阵伊伫遐做总务长，我伫花莲牧会时就甲伊真好，伊就去。去的是伊甲证言法师讲上人，伊拢叫伊上人啦吼。我是基督徒，佫是教会长老，有抵触，我想毋通。
证言法师甲伊讲，我毋惊你基督徒，我惊你无信仰。但是所有的人拢互我的消息，就是你真有信仰，大家拢甲你推荐，你来甲我做伙同工好无？伊到尾伊从我讲，伊心情从我较放松，伊从我去接校长接4档，伊就退休啊。退休了后，到咱总会特别成立这个马街医院，将我邀请去做筹备主任。伊有遮的经验，有遮的人脉，有遮尔济足济资源，将我成立。迄就是安尼来，你茫做用啦。讲了后，我新人医高雄的老师去高雄，我拄等高雄休困，走来高雄，甲我的牧师娘用半恐吓、半鼓励，我将我答应，将我来做这个工作，迄是安尼来吼。其实这个中间是有足济，毋是我爱去经的代志。总是我的老师嘛讲，你无看礼拜堂是上帝经你，毋是你经上帝。你入来，阮就拢甲你讲啊！你即马太别个安尼，心性较济咧，莫人性较济啊。当然，我入去新人医了，我就有一个概念，因为我拄仔伫牧会时，高一校长拄仔我的会友王校长，伊对我真好。知影我有伫美国进修，拄仔来医院，拄仔来教册，拄仔有下即个资格，伊就邀请我去做 IRB 的委员。我嘛讲，王校长，我拢毋捌半项呢，迄20年前的代志啊。你来就知，人美国 IRB 人体实验委员，即种牧师呢，你来啦。你想要教生命伦理，我讲生命伦理要教啥？你只敢毋伫探访会友，只敢毋伫主持种植，迄就是生命，迄就是伦理啊！后来，大哥叫我去做生物资料库，因为医生开刀了做者简体，遐物件拢爱放入资料库。医生要做研究，当去申请，你做审查委员。即马有足侪器官的移植，有无？换肝、换肾、换骨，足侪皮肤足侪。我去做即个移植的审查委员，拢爱投票吼。我想咱中间足侪医生拢知影即个创啥。我本来甲医学拢总无真深的关系，无，干那去互医生看，知影伊医生安尼。我对病院嘛知影大细经安尼，我嘛无迄个观念。我即马就较有概念。病院有4级诊所，有地区病院，有开药病院，有医学中心，上界悬的医学中心。内面拢是医学教授，伊有临床的经验，佮有基础医学，佮有教界教阶，佮有足侪研究。我哪知影？我伫医院有当时上课的时，有一寡医生毕业，我拢会讲你要啥物科，你要家己开病院，还是要去啥物，我拢会甲因分享吼。足侪医生吼，知影有好趁钱，伊就要去开诊所吼。咱拢知影伫诊所拄着问题，伊会去找地区病院，还是转移去开药病院，若无法度。镜头足严重啊！佮设备爱有够诶，爱去医学中心，毋是干设备尔，老师拢佮会甲伊教导，着安怎用安怎用。因为老师有足丰富临床经验，佮有足侪即个接待患者诶经验，佮有足侪医学诶知识，佮甚至伊是医学教授，所以学生拢会当去找老师来找答案。我回想我家己毕业了后，我去牧会，我去花莲，庄脚拄着人无钱无事工要安怎做？我等于我的学校问我的老师，伊甲我讲足歹势，我无牧会呢。神学知识我会当甲你讲，但是事工哦，你着爱去问教会议长啦。迄时阵我就有一个心情，我若有机会伫神学院，遮个基础神学、实践神学，就像医学院有一个迄个基础医学嘛，遮物件也做，临床医学也做。安尼敢毋是足好，所以我从伫台南神学院有做一个实践神学研究中心。我是邀请牧会伫现场的遮个同工做伙来帮忙，我家己带头做伙来做。我伫神学的思考，包括我的实务的经验，咱做伙做，起码已经有开始有效果出来。因为成立大概1-2年尔，咱教会会友嘛有人支持甲奉献，所以互我有即个工通做。拄啊好，即马有拄着牧会有困难的。拢邀请伊来，嘛有迄牧会无偌久，就要退场啊，就是打退堂鼓啦。我无法度摸落去啊！我讲当时安怎，钱无，人无，事工无。我讲这我行过呢，我伫花莲，这我拢行过呢。我甲你分享，我招真侪人甲你鼓励，我嘛招大型教会甲你扶持，请你毋茫失志，都爱安尼做啦。我一寡方案甲你提供吼。所以安尼时，咱拢知影新人院毋是干那训练中心。嘛，着爱诚做提供福音战场甲策略，协助传教者面对甲因应挑战的所在。因为究竟新人院毋是干那学者培养所，
嘛都要真做全然委身，伫献身牧者的养生所。安尼当有法度符合迄个历史，人个宣教师来遮要带人信主，迄款的使命甲责任啦，吼是安尼吼。当然经历了这是现象，即摆已经拢咧做，所以我伫校拢会甲老师同学做伙鼓励，咱伫遮做学者，但是咱是要培养要去做牧者，吼要做牧者，这是训练中心。恁也以后去战场，我家己伫战场30几年，我即摆倒转训练中心。训练中心干来学历证考试无够，你变怎应变？吼，即个物件吼，学术一定要实践，无你干来要讲理论，袂晓真正去运用应用无效，做个画图袂晓起厝，我做后知影即个问题伫倒位，我袂晓甲你医治，无啥效，吼。毋愿嘛，都爱甘愿，因为新人医遐有一个石头写毋甘愿，就是黄宗辉牧师迄个毋甘愿，迄是迄个意思。但黄宗辉牧师又讲是过去历史的毋甘愿，但是伫上帝讲我是甘愿的。所以即个教会纪念的地有一粒石头叫做甘愿做戆人，咱后期的人咱就知哩保你。所以我一直甲学生讲，咱有当时毋愿，因为你是人，拄着困难你也毋愿，你也无爱做。我嘛是人，我讲我家己嘛是人，我是牧师，嘛是服务过，我嘛是人。总是你爱知影，你是人性，三性的是你爱想上帝拣选你，这个心性你爱赢过这个人性，爱甘愿。吼，我拢定做伙甲学生做伙勉励呢，我家己嘛安尼勉励，上知影我是我的牧师娘，伊拢定甲我提醒，你拢安尼勉励人，你嘛安尼勉励你家己，我嘛为着安尼替你祈祷，吼安尼吼。当然，佫有一个就是合作，爱甲合一。我真爱讲，若袂晓甲合作的人，无得合一，是团队啦。新人伊无咧教团队，因为咱长老教会的教会，大概牧师出去拢单打独斗。因咱的设计是差不多100个到150个人的教会的牧养，一个牧师单打独斗牧一间教会。时代无共款，即马是专业专工合作吼，专业分工的时代。因为无法度包山包海，变怎团队足要紧。咱上联有团队，最好我看有10个牧师，我伫德成教会6个牧师那尔吼，所以这就是团队。这若无法度合作，一定无法度合一。这个爱伫新人院都要培养起，哦，这是互咱知影吼。毋知时间要够无？要5分钟，会当看一个影片无？了，咱来做结论啊，安尼好无？吼，安尼好。这个影片毋茫咱会当关心互学生因讲话安尼，咱做伙来看一下吼，安尼吼。大家平安。音乐是上帝非常奇妙甲美好的创造。感谢上帝，予我伫南城学习，我学到真好的教会音乐的专业，会当知影安怎甲音乐安排伫礼拜当中，互礼拜真做芳芳的做。毋茫这个音乐礼拜会当真做信徒诚实的敬拜，这个音乐礼拜真做上帝的喜乐。伫丹那新学院的学习，毋但互我的神学观更较开阔。伫学院中的生活，也感受到伫同学中间团结集体的温暖。感谢最最为着阮带导以及陪伴甲支持我来读神学院的朋友、亲人，有你的扶持甲关心，互我伫装备的过程中，通更较有快乐。感谢大家。大家平安，我是中明教会周文家长老，我会来参加这个神学系的课程，是因为几年当前神学院和中部的教会有合办神学的课程，我家己也参与伫几年学期的学习过程当中，互我对圣经信仰的内涵有更较深入的了解。欢迎大家和我做伙来参与这么样有意义的课程。大家好，我是客家人我是永福教会
园长了退任。这课程我已经参加有56年之久哈但是这过程的内底，我就反省到，我过去可能无讲介清楚介完整来了解咱的信仰。我参加这个课程了后，我发现我对信仰更加明白。更加清楚，我借这机会我来邀请嘛推荐大家一定爱来上这个课。大家平安，我是宗教社工所1年级周明莹，我很喜欢在这里的学习，老师们的教学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在神学院就是要学习如何用神的角度去助人，这当中也修复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现在我很享受在校园里的生活，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大家。大家平安。在台南神学院受装备第2年，无论是在圣经的研究、神学课程以及牧会实习，拢让我有得到较多经验甲财目，以后会当真做牧会的帮助。在2年中间，也真做学生会同工，在这个学生会内面举办大小小活动，让咱全校的师生会当做伙团契。感谢教会兄弟姊妹对咱神奉献，感谢你为着神学教育的付出，会当让我不管是硬体还是软体，拢有较好的资源。主内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借着这个所在，甲咱请安甲报告。感谢过去咱对台南神学院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台南神学院伫这个所在成立已经超过150年，通讲是台湾第一个宣教的所在，所以互人比喻做宣教的胎盘。咱拢知伫现代社会混乱，人的心需要改变。神学院是一个培养人有使命、培养人改变生命，而且受造就了去传福音一个真好真主耶稣交代咱的责任的所在。现在台南神学院的硬体、软体拢已经有真大的改进，包括师资嘛拢有真济真好的加入。欢迎大家来读台南神学院，嘛会当为着台南神学院继续关心、带导、甲奉献。多谢大家。爱命令人着加抓着花，喜爱人着彼此相惜。约翰福音15章16节。台南神学院，大家来到底。这影片已经看了吼，才有一个批吼，这咱等于咱看就好，有一寡呼吁伫这内面，来，这个奉献地，这种写甲真清楚，咱要用信用卡嘛会使伫内面吼，这拆开内面都有吼。最后伫这个结论的内面，我需要搁一摆呼吁，欢迎大家来读神学院，即马神学院嘛有年纪真济咧读，比如讲灿坤山西诶头家灿坤兄。伊是第一代信徒，我听讲伊来长老会是第一间是来相连，拄只要礼拜是拄有一个会友，伊讲是伊甲接待，我等下甲伊讲，我甲伊问你遮济会要来读神啊？伊讲我毋是要做牧师，我是一个企业的企业主。伊讲伊是第一代信徒，伊信主了后，伊就想要传福音，但是伊袂晓传福音，伊讲。伊信主了后，若要食饭，企业家拢会做伙食饭，伊拢带人祈祷，真侪人拢甲笑。灿坤你趁遐济钱，你去人甲人咧阿面哦。你祈祷迄敢会听？伊袂晓祈祷，伊口才毋是真好，总是伊愿意。已经今年要毕业，伊考台南神学院考3摆。我3年前我讲你即摆读啦吼。今年要毕业因为伊要做传福音，伊要即场宣教。所以伊论文叫我甲指导，爱人真趣味嘛，真好，真客气的人吼。所以欢迎咱嘛会当来读吼，会当来关心，嘛会当带导奉献。台南神学院是台湾培育牧者甲宣教人才的出发点，会当比如宣教的胎盘，伊有历史甲时代意义，而且神学院嘛是会当比如做教会心中必须要勇壮，
带当输送动力来运用人才建立教会，传承信仰，得到人亲像掠鱼。愿上帝话语，甲伫这所在的分享见证呼吁，成做咱的帮助。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主感谢你，通过你的罗卜，伫这个所在用呼吁、用回顾、用展望、用意向，甚至立足现在，来唤起阮继续来关心台南新人院，这间台湾第几个大学，以及第几个新人院。阮知影，阮所要讲的，就是要将这个继续来传承，继续来培育优秀的传教者。主求你甲阮三个同在，互你罗卜伫遮所分享的，真正会当感动人的心，嘛当晓悟人来关心新学院，包括伫台湾所有用你的名所设立的所有的新学院。阮伫你面前，将今日所讲献做祭，互你，愿主你欢喜甘纳，甲成全阮对遮的呼吁，甲恳求，祈祷靠主的名，阿门。咱继续来吟诗阿乐上帝，圣诗第308首，听见救主出声的叫，请起立来吟。
济，咱煞只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请咱也特别关心台南新人医的事工，为着因来奉献。记录来做奉献的感谢。因为上帝，阮今早起要为着早期宣教士献身伫台湾，献上阮的感谢。阮也要为着台南新人医训练侪传教者，将福音变传伫台湾各所在来献上感谢。我要回应上帝听，将家己本身献予上帝来使用。将阮卑微的奉献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感纳，来恳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谢谢。请咱先开招募第4页，我来做几点的报告。本主日是总会所定台南新人院的奉献主日，咱感谢院长吴忠明牧师代表来伫本会第1场到第3场礼拜中来正道请安甲事工的报告。也有一位目前伫台南新人院的日本人高景尤其宣教师。伊代表伫7楼的英语礼拜中来请安，愿上帝赐福男性全体师生伫新人院的学习，甲伫教会中的侍奉。咱的蔡牧师嘛是台南新人院毕业的哈。清明节，咱要用感恩的心来追思怀念咱的故人伫生活中活出个人美好的信仰的生命，所以伫咱10楼的走廊桌顶有即个清明追思感恩礼拜停书单一个家庭会当摕1份，等于家己影印提供兄弟伫扫墓的时会当做家庭追思的参考。咱嘛会当扫即个招募面顶即个 QR code。伫4月29上午9点到下晡3点，咱有一个设教110周年的净滩活动。早起8点40分伫本大楼的1楼来报道，9楼9点准时发车。咱若要参加即个净滩活动的时，请咱每一个人来交200块，有交通费礼品券甲中餐限定160人嘛限咱会友会当来参加吼。具体关怀伫第5页第6点，地下免礼长老娘就是本堂国地领导长老的负责人，伫3月7安歇主怀，要伫3月25礼拜6伫第1殡仪馆经营厅举行日念甲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来岛参加，愿上帝安慰遗族。敬老的理由伫4月12拜3要去德山，咱教会会友在职的65岁以上，一人500块。若毋是咱教会在职的会友，要交800块。请咱来向美善干事来报名缴费。届满为止哈，这是要请牛牧师来介绍来宾甲牧养代祷。代表教会来欢迎第1摆来到少年教会兄弟也是新朋友。第1队是柯基den甲吴如敏夫妇因对 Boston 运会教会回来。请起立，互阮甲你欢迎。伫后壁的所在，因是蔡牧师的朋友吼，回来台湾探亲。再来第2位是杨兆安、杨朝安，伊嘛是探亲。伫后壁的所在，请坐。第3位是林子君，是这个翻译小组组长许丽珍的朋友吼，伫后壁的所在。谢谢，也阁有其他的新朋友，也是伫遮第一届到少年教会的兄弟无？若无吼，请遮的新朋友伫礼拜了后去到贵宾室的所在，阮有同工甲你引带来做伙做短短的欢迎会，互恁更较认捌少年教会，一摆欢迎，另外的欢迎，然后咱做伙来做关怀甲牧养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搁一摆将所有的需要拢放踮伫你的脚前。阮继续为着叙利亚甲土耳其因的恢复来祈祷，互因伫中间内底得到上帝搁较济疼痛甲稳定，互有够业的人手，有够业的财务，逐项足的
资源伫到因的所在。阮为着阮整个台湾所有需要，即几工有看到几啊个无共款的事故，主你继续来帮咱遮的恢复甲需要，互阮伫凡事的需要顶面得到上帝的帮助甲引带。主若继续伫即个110周年的时阵，为着教会宣告，继续来仰望你的帮助，甲彼此相听支持。特别就是阮新开拓的新增分堂的所在，主你互更较侪人，因为听这的努力，得到福音的好处，进到教会，诚做你的囝儿。主阮伫遮也继续为着设立伫台湾第一间的新人院，主你继续更较侪赏赐你的恩典，无论是人，无论是资源，无论是好的老师甲学生伫因的中间。互因毋是干那注重伫理论的学习，也互因定根伫教会，诚做听甲仰望的记号，祝福台湾的教会会搁较勇壮，搁较诚做福音真好的器具。主为着蔡牧师甲所有需要的兄弟来祈祷，主啊，你医治的圣手伫因的身上，就要互因得到医治甲帮助，互因有圣神迄个精神的快乐伫因的心心灵顶面，就因要搁一摆健康倒来到阮的中间，来诚做见证，也做回来服侍人、服侍上帝。主，阮将心灵欠缺兄弟也放伫你的手中。主啊，你是互人得到平安的主，就你的平安伫因的中间。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搁一摆欢迎咱的老朋友咱的胡宗明院长伫咱的中间，伊足侪摆来到咱的中间，逐摆看到伊，咱就真正欢喜。多谢。是要邀请各位起立来吟上迎圣诗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吟诗煞要请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特别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正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也甲圣灵教会牧职团队、侍奉团队以及以上三甲弟弟，也甲上帝你的名所设立伫台湾三间的新人院三甲弟弟，对一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垂恳。